为明仔载开始开放民众伫全国健保邮局用健保卡实名制买喙安，每一个邮局拢真紧张，因敢准备好啊？记者今日就实际到邮局去了解，原来这个新的系统估计到明仔载早起8点半才上线。目前邮局拢无法度测试，邮师本身嘛咧烦恼讲明仔载会路畅畅。我买地啊，我43岁我买地划不来了。不少民众提前来邮局问要买喙安的代志，这健保卡买喙安初六正式开始，邮局嘛真紧张，但告示伊先写好号码牌，因为健保税系统有计初六早是8点半才会上线，邮局的邮师会当讲无时间进行测试。目前都没有任何的一些这一方面的一些官方讯息给我们。明天原则上来讲，今天就已经有很多民众他们已经受不了了，这样子就直接拿健保卡过来。新系统安怎操作，定数如何，药师嘛无清楚。嘛讲真侪资讯拢是透过新闻媒体才知影，尤其是每一间每工的喙安只有配大人200个，囡仔50个，嘛担心会混乱。但是我们也怕没有做好，让民众们更加的恐慌。基本上，我们希望今天我们会在健保署网上登录，我们什么时候口罩可以做一个提供的动作。那也希望在店里门口做个张贴。药师建议，因为健保卡读卡需要至少30秒时间，民众要有耐心，上好先准备健保卡，甲一个10块的金额啊，会当先走前时间。另外，开卖了后，像健保署的网站或者 App 会当查询到每一间邮局存的数量，要进前上好查好资讯，才袂白了工加走一逝。